請開路！恭喜 Nana News 7條通新聞社今天正式開張。2026台南藝術雙年展以回圈超展開為主題，透過城市空間甲歷史文理，重新詮釋台南，探索這座文化古島人文故事。19號一天，7條通新聞社在中西區圖書館正式開張，邀請民眾行入街區，為生活現場找出屬於台南的故事。今天應該算是我們台南藝術雙年展第一個我們的回圈超展開我們的核心展區第一個場所的開張而且今天特別感謝我們的館長跟我們的董事長他們的邀請讓我們也有機會來加入我們這一次的雙年展。藝術家有他們的創意呢把地方的這個新聞、過去的歷史，把它集合在一起那帶着年輕人、帶着志工、帶着社區的民眾呢一起來把森林的訊息，大家溫暖的相互的交換。7條通新聞社由小時報團隊7月執行，目前已經出版2刊。以7條通核心的湯德章公園為起點，展開地方大閘，走訪周邊的街區，透過文學、人物訪談甲故事採集，探尋歷史人物甲事件，各種內容編輯出版，留下府城珍貴的文化記憶。裡面的內容才會有很多是從剛剛老師講的，像王于德日本軍曹吳新榮然後那個葉老等等。然後，所以我們也是要往書裡面去採訪，因為他們都不在了。讓他把吳新榮的日記全部通通翻完，然後把日本軍曹1年365天的日記全部通通看完。對，所以他都要跟我報告這一些東西，就對了。對，一直報告到睡覺前。一昭老師他也是我們企劃編輯，他也是主筆之一，跟我一起每天都是在講報紙的事情。我們是夫妻夫妻關係已經被公事蓋過去了。我們之間的對話都是，你今天情人節應該要情調一點。對，我們都每天都是在講報紙的事情，講台南的知識，說我看到什麼，我讀到什麼。那一昭老師的工作除了這個之外，其實非常重的設計工作還有編輯工作、攝影工作都落在他的手中。新聞社未來也將持續推出民眾編輯體驗活動，邀請市民行入去圖書館、漫步街區、化身地方記者，用家己的視角觀察台南、書寫台南，讓一段段生活記憶透過文字被保存下來，為藝術展場行入城市街區。7條通新聞社希望讓藝術不只被看到，更會當成為居民參與、交流甲記錄生活的媒介，也為第一屆台南藝術雙年展留下市民共同寫下台南故事。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